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30，旧历的9月14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南发生随机掠人的命案。中英大学一个为马来西亚来的24岁女大学生，28号暗时，家己一个要返去宿舍的半路啊来失踪。警方发现高雄一个姓杨的男子涉嫌用锁啊甲女大学生甲吹死。这个嫌犯已经抓到，医生认为失手甲人吹死，甲遗体载到阿莲的山区来弹掉。啊，被害的这个女大学生，互找到的时阵，这衫裤是真无整齐。这个28岁嫌犯有插刀的前科，离伊载尸体的车顶超出真济女性的内裤。有什么杀他？穿乌衫这个姓杨嫌犯被掠登去警察局，拢无讲话，伊涉嫌杀害24岁读台南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。日暝暗时，这个女大学生家己经过学校外口高铁高架桥卡这个便道，和赛车经过这个嫌犯强掠上车，有一卡鞋仔落地涂骹，因好朋友伫网络赶紧写文章找人兼报警。大概8点40几分的时候通话，然后之后就是我们过半小时1小时之后再联络，就联络不上。警方依照监视器画面锁定这个28岁姓杨的查甫人，伊车经过中英路越高架桥卡带39号线，伫昨下晡去高雄阿莲掠人。车内有火药，佮超着规大袋女用内裤。嫌犯承认讲有失手杀人，带警方转去到伫大公山的弃尸地点，专咧小所找到这个女大生遗体，伊衫裤无整齐，敢若是被吹死的。是用一个绳子把这个被害人勒昏了之后带到车上。嫌犯的面车有真侪相片、挂目镜，外形真斯文。不过，伊伫民国101年就捌犯过夜行窃盗罪，偷摕内裤被判刑。他的住宿的地点应该是蛮接近这个犯案的地点。不能被杀害外国学生，平常时认真真好斗阵，学校老师同学拢真艰苦。学生平常个性非常的活泼外向。表现也都很好，跟同学之间相处也都非常融洽。啊，那嫌犯是随机掠人杀害，还是有其他的动机？这拢需要检警做进一步的调查。